Hello，大家好，我係哈比。可伯因病離世呢件事，相信全香港都冇咩邊個唔知㗎啦。早前法官先剛就上年5月可伯襲擊河馬一事，判可伯監禁2個月嘅新聞，點知可伯幾日後就走咗啦。據知情人士所講，早排可伯要入院做小腸氣手術，抽啲組織去化驗，並喺6月嘅時候發現原來佢有肝硬化，同埋有好多癌細胞喺個肝附近。6月發現，7月都未過就與世長辭，明顯肝癌已經去到好末期。相信亦都係因為咁，法官先決定盡快了結可伯襲擊河馬單案。可伯死訊傳出之前，我仲喺度諗緊河馬啲陰謀論，因為諗翻轉頭，佢哋前年為咗討回嗰450萬，搞到上晒東張，滿城風雨。開頭表現到如何情比金堅，但過咗1年都唔知有冇，又話離婚，又話戚街瞓咁，仲玩埋殺蟲水傷人，最後仲已經變成互片血錢屋村，唔止雙方都有受傷，仲一同被告傷人罪添。而我所知嘅陰謀論係自從佢哋成名之後，一開始喺鏡頭前表現到恩恩愛愛咁，但過咗一排佢哋又不斷喺直播度互鬧，日戚街瞓又成。但奇怪嘅係，與此同時佢哋有多次被市民影到喺現實生活中又拖晒手出街，好似恩愛情侶咁。雖然情侶間嗌下交係好平常，但個 vibe 真係太奇怪。而家睇翻，真心覺得只係河馬有機心有組織嘅鋪排。當年河馬喺現實生活中嘅拖手恩愛舉動，都只係為氹住可伯陪佢一齊喺幕前做戲嘅手段。其實心底度已經一早盤算緊幾時同埋點樣離開可伯，而佢自己喺今年2月接受訪問嘅時候，都搲爛塊面咁樣講清楚。咁大年紀，我真係我貪佢咩啊？可伯啲身家會喺街市度日日喺度。貪佢攞咩？貪佢攞個咩服侍咩嚟啊？即係我係一心諗住同佢有可以幫助到我創業，我先至接受佢嘅咋。講真嘅。真係咁噶，所以從來我唔會呃人咯。你幫得到我你就嚟，你幫唔到我你就走開啦，係咪啊？正常呢，我會揾翻以前啲片出嚟證明佢點樣自打嘴巴。但佢呢個 case 真係冇需要，因為一開始根本就冇人信佢喺東張上面講嘅嘢，連佢自己都唔信啦。你睇一滴眼淚都擠唔出嘅。而由於佢搞咁多嘢之後，都仍然係攞唔到嗰450萬，而可伯亦都差唔多俾佢揸乾揸淨啦，所以先唯有用埋最後嘅人氣做直播揾錢。戚街瞓嗰啲雖然可能係佢嘅真心話，但主要都係想搞下gimmick，等多啲人睇，多啲流量，多啲收入。但大家香港人都明啦，同一款花生食得耐都冇癮，所以可能真係少咗人睇，又或者河馬都真係受夠可伯嗰陣老人除，所以事發當日就決定執嘢走人。而可伯亦都可能係見到呢一幕先恍然大悟，醒覺原來自己真係一直俾河馬當傻仔咁玩，成為人又老錢又冇老婆又走佬嘅代表。咁當然唔排除河馬又講一啲嘢刺激到可伯，所以佢就失去理性，立起把瑞士軍刀，企圖阻止自己老婆走佬，但最後兩敗俱傷，齊齊入院。誰知可伯死訊傳出後，主持人講咗個比我個陰謀論更陰謀嘅陰謀論。河馬，你聽住，咁早排我都叫你走去，如果你想喺度玩嘢嘅，咁啊走去食啲致癌物質嘅嘢噶啦。咁大家唔知當日我講呢一句說話嗰陣時咧，你哋聽唔聽得明啦？嗰啲蔗汁啊，嗰啲羊肉湯啊，嗰啲朝頭早食朱古力雪條啊，朱古力餅乾啊，仲有啊天喜丸啊，會搞到男人咩分泌失調啊？你俾阿伯嗰個阿可伯嗰個 diet 啊，嗰個每日食嘅嘢，應唔應該係每日俾啲咁嘅嘢食咧？下條錄音先啦，不如。有個衰婆咧，又想我死嘅，但係我仲喺度。佢個衰婆係日記係喺我天，佢喺我天喺我地下講座，佢啊實聽到我講過嘢，佢係咁多個天有咁多衰嘢，有咁多，咁佢自己聽嘢，佢自己心知道嘅，控制嘅心，佢嘅心溝急心咗，佢諗住啦。佢千祈唔好話唔承認係得。主持喺直播間都講得好明顯㗎啦，基本上就係直接指控河馬長時間俾蔗汁、羊肉湯、朱古力雪條、餅乾、天喜丸等食物同藥物俾可伯，最終令佢患上不治之症。雖然係有唔少嘅食物組合被證實一起食用係會對身體作出不良嘅影響，我亦都問咗 AI 以上食品對老人家嘅身體有咩影響，會導致血糖、尿酸過高呢啲都好合理嘅。但上個庭講嘅係證據，要證實呢幾個指控有幾個問題：一，要證明喺可伯一開始嘅身體狀況下，食以上嘅食物係會令到佢增加患癌嘅風險。二，點證實可伯同河馬一齊之後，成日有進食以上嘅食品呢？除咗所謂嘅天喜丸算係藥物之外，其他嘅都係食物。驗屍可以驗翻以往1年食過啲咩嘅咩？而家唔係河馬懟一斤砒霜俾可伯喎。三，就算有，點證明係河馬逼佢食啊？屋企有閉路電視，因為如果係可伯自己食嘅話，咁呢個指控就唔成立。四，要證明河馬明知以上嘅食品都係對可伯身體有害嘅情況下，先決定
不斷俾可伯食。呢點或者可以睇佢啲電子產品上嘅網上搜尋結果，同埋同其他人嘅對話。因為如果冇證據嘅話，佢大可以話佢中意食，我先俾佢食啫嘛，我點知對身體有害嘅啫。最後要點證實河馬成日俾啲嘢可伯食係全心想做低佢嘅呢？都係啦，除非有其他人嘅證供或者通訊記錄有提過，甚至乎有錄音等嘅證物啦。如果唔係，我諗唔到點樣可以入到河馬任何殺人罪。最後係可伯喺錄音中所講嘅，個衰婆想我死，佢心知肚明，千祈唔好唔承認就得啦。之前發生血案嘅時候，雙方都話對方想我死，兩個人互片隻抽之後咁講都好合理啫。至於話河馬自己心知肚明自己做過啲咩唔好唔認，一開始我係諗可伯係指河馬埋佢身呃錢呃感情，但聽完主持所講嘅雙黑食物嘅陰謀論之後，我就喺度諗可伯會唔會就係指呢樣嘢呢？大家又對河馬全心送可伯到陰間呢個陰謀論有咩睇法呢？不妨喺樓下 comment 分享話我知。而且主持仲好明顯咁樣暗示咗其他人可能俾咗一啲對河馬不利嘅口供。到時唔知會唔會有啲口供咧，就話你咧好似呢一個安徽秀茂坪阿鳳咁樣樣，咁啊日日咧就喺屋企鬧交，咁啊但係可能唔係鬧交，咁啊鬧阿伯啊。如果口供入邊有呢啲咁嘅說話喺度咧，我啊真係祝你好運啦。另外都好想知道究竟秀茂坪安徽阿鳳做咗啲咩呢？見到主持原來有另一條片係專登講佢嘅，仲講到係河馬 2.0 加強版，但我撳入去只係見到一對白卡夫婦喺度互鬧，雖然娛樂性係幾豐富嘅，但係冇咩特別。咁講翻可伯件事，就算河馬日日喺度鬧可伯啊，都唔會鬧到啲癌細胞俾佢噶嘛。係一個人成日面對呢啲負面情緒，係可能會令到佢容易啲病，甚至生 cancer。但係都係嗰句啦，要證實河馬真係有成日鬧可伯，之後仲要證實日日鬧一個人係會令到佢患上不治之症。現今嘅醫學科技水平真係證實到，既然呢個可能係一個未知之數，咁不如我哋講翻啲真係有物證可以處理到嘅事情啦，亦即係大眾都關心嘅450萬遺產分配。呢樣嘢嘅關鍵就係可伯離世之前，究竟同河馬正式離咗婚未呢？究竟兩者對遺產分配有啲咩影響呢？我哋先聽下大律師點講。究竟如果冇遺囑個分配嘅情況，應該點樣去分配？雖然阿可伯同埋阿何太聲稱我哋已經離婚啦，法律上如果一日法庭未正式頒令話離婚呢，都未算係離婚噶嘛。如果佢哋只不過係排緊期離婚，法庭未頒令嘅咧，咁阿何太嘅身份咧仍然係何太喎，咁阿何太仍然係可以用去作為配偶嘅身份，得到係一啲遺產嘅分配。如果阿可伯有個資產多過50萬嘅咧，頭嗰50萬就攞咗出嚟俾咗何太先，餘下來嘅財產分兩份，頭嗰份就係俾阿何太嘅，另外嗰半份咧就俾佢嗰啲子女嘅。即係假設可伯遺產金額嘅總數就係呢450萬，而佢生前係真係冇立遺囑嘅話，遺產分配就會係以下兩個情況嘅其中一個：一，可伯離世前已經正式同河馬離咗婚，咁河馬咧就會一個仙都分唔到，由佢嗰5個仔女平均分配，即係每位子女可以分到90萬。二，生前未正式離婚，河馬唔單止可以先分到50萬之餘，仲可以分到餘下嗰400萬嘅一半，即係200萬，而5位仔女就可以平均分到餘下嘅200萬，即係每位子女只可以分到40萬。但河馬一個人就納到成250萬，哇，和味咯。至於6大狀訪問中所講嘅頒令係指絕對離婚令，離婚一般程序嘅尾段都係由法官先判出暫准離婚令，6個星期後呈請人或雙方可以提交申請絕對離婚令嘅表格，然後法官大約會喺1個月咁上下就判出絕對離婚令。只有在法官判處絕對離婚令當日起，喺法律上雙方嘅婚姻關係先算正式結束，即係就算判出咗暫准離婚令，雙方仍然係夫妻關係。而我睇到嘅關鍵位呢有幾點，睇翻佢哋結婚日期係24年3月11日，而河馬第2年即係25年5月直播嘅時候就宣布要同可伯搞離婚。當時佢哋嘅婚姻只係維持咗1年幾，而佢哋都聲稱可伯係同意嘅，所以我得出嘅結論係佢哋雙方申請離婚嘅方式，一係就河馬做呈請人，可伯係答辯人，用分居1年為理由申請離婚；一係就佢哋兩個一齊做申請人，以共同申請嘅方式辦理離婚。因為佢喺片中亦都有提過，聽講最快要7個月，而共同申請的而且確係最快7個月就可以拎到絕對令噶啦，而一般單方申請最快要9個月，所以我絕對有理由相信佢哋係以共同申請嘅方式入紙。咁個問題就嚟啦，因為單方申請同共同申請嘅絕對離婚令申請表係唔同嘅，左邊係單方申請嘅表5，右邊係共同申請嘅表5，搵到個分別喺邊？我俾3秒鐘時間你，3、2、1。
一，冇錯啦，共同申請嘅話咧係要雙方簽名先得嘅，即係如果河馬舊年真係用共同申請嘅形式入紙嘅話咧，去到最後一步都仲係要可伯合作簽個名落表5。當佢哋真係5月已經入咗紙，如果文件真係冇錯，冇其他事情阻礙進度，而法官又冇要求佢哋出庭嘅話，計翻日子，正常10月11月咁上下係會收到暫准令。而咁啱可伯喺舊年10月29號同花生速遞主持人做直播嗰時，雖然完全冇提過離婚程序嘅事，但從佢嘅言論明顯地係已經睇清楚河馬嘅真面目，佢對呢段感情心已死。你講對我冇愛情冇感情嘅打擊到我真係好空白，好痛苦啊！我受唔到咁嘅打擊嘅，估唔到我哋無端端咁好，點解俾啲咁嘅説話我聽？佢冇諗到我方面個感受，我感受真係好難。瞓到晚到夜晚我都流眼淚喺度喊。話晒我哋都有晒結婚證書，一場夫妻咁突然間，哇！嗰個大浪冚埋嚟，好似海嘯咁啊！踩咗個氹嗰度都唔知，真係唔知道我自己咁蠢嘅真係。咁我又決定要喺麥當勞晚晚喺度通宵嘅11晚。唉，多情自古空餘恨。睇完可伯呢番言論之後，首先解答咗可伯話佢唔知點解會踩落個氹度先。其實好簡單，4個字：色迷心竅。呢鑊嘢天知地知，你5個仔女知，全香港人知，連河馬本人都知，但你同我講你唔知。雖然河馬係好有手段，但都要你本身有臨老入花叢嘅決心配合先得噶嘛。不過當時見到佢講呢番說話嘅時候，都自覺冇得挽留噶啦。所以我覺得就算要佢喺表5上面簽名，佢都會嘅，係睇份表有冇真係交去家事法庭嘅啫。冇咩差錯嘅話，正路應該12月都判咗絕對令噶啦。除非佢哋之間仲有啲咩錢銀瓜葛，即係贍養費嗰啲啦，個官要佢哋上庭，咁就難講啦。因為唔知上庭嗰期係排到幾時。講到呢度，大家又覺得佢哋兩個究竟可伯生前正式離咗婚未呢？喺度話 comment 話我知，真心希望可伯生前已經同河馬完全劃清界線，主要係唔想俾嗰隻河馬冷手執個熱戰隊啫，仲要係一個價值250萬嘅戰隊。喂，你話你有安分守己，好好咁照顧可伯咁都算啦。就算雙黑食物嘅陰謀論你冇做過，淨係處心積慮埋可伯身，企圖用可伯接受嘅美人計去呃晒佢所有錢，揸乾揸淨之後，仲要用埋最後嘅人氣揾錢。但去到最尾竟然反轉豬肚，鏡頭前後都對可伯呼呼喝喝，仲要真係推埋佢出街瞓。所以你斗領都唔配啊！食屎啦八婆！先單嘢你有聽過噶啦，行雷唔好出街添啊！睇緊住黃天擊殺賤人。對唔住，咁多個粉絲，我唔知道咁複雜，我真係對唔住。加上我啲仔女破裂咗，我都唔想咩嗰時，我都唔知道，我就叉咗落個氹嗰度。我想兩頭都要好好和好如初，佢又長命百歲。點解醫生話我生個腦喺裏邊？上一仔都嚟揾我啦，即係行下啩，我都唔知啲咩療程咩療程，我都唔知道嘅。醫生咧想我治療嘅，我真係唔想我老豆喺醫院嚟嘅，好想同你講嘢啊！瞓喺醫院度嚟啊，傾兩句啊同你。個女都有，個女啲晴天啊，個都去，大家去食下嘢啊，咁樣啊。認真，我係佢啲仔女就唔會原諒佢啦。我話即係點話自己蠢，點認衰仔，點認錯都好啦。個主持真係講得好啱。當日你為咗所謂嘅愛情，點樣炒蝦拆蟹咁鬧你啲仔女？係咪咁大仇恨啊？我同你，我頂唔到咯，我得罪咗我最愛嘅老婆。一直養大嗰啲仔女都不受管教，都嚟欺負我，都嚟誤會我，都嚟搞我。邊會搞你㗎？嗱，如果係嗰啲大佬，我聽日追殺佢哋，我河圈我肥喺度發晒，我聽日唔斬死嗰幾個冚家鏟，我唔姓何。我為咗我老婆一定要去做。係粉絲勤企咁樣，唔係你條佬喺你嗰度，我喐咗你佢咁。呢句話就係流出咗馬腳，就一定係與你啲仔女有奸嘅。嗰個人咪拉口而出咯。咁照啊你！咪證明你啲仔女仲，即係你未死一日仲俾緊面你，仲未敢嚟喐我，知道嗎？你冇講呢啲嘢又俾人聽晒啦。邊啊？佢邊度關你咩事啫？我過海啊！服咗你啊！真係我嘔血啊！咁你想逼我，即係我點樣咧？喂，幾十年親情都比唔上一個識咗1年半載嘅女人，點知心酸啊，直頭心寒添啦！好啦，到條女跟老走，自己冇人冇物有病啦，就想仔女翻自己身邊。哇！呢個世界邊有咁着數啊？最慘係個細女啊，當初超醒目咁幫你保住全副身家，到頭來竟然俾你公開用啲咁難聽嘅說話唱通街。但因為我冇睇過佢哋啲直播，所以唔知道係咪真嘅。講真，我其實希望係假。
打咯。哇，大佬俾自己親生老豆咁講，唉，算啦，唉，淨係得可伯你自己一個夜晚喊濕幾個枕頭啊！我相信你個細女甚至乎其他仔女啊，都唔知道傷心咗幾耐，喊咗幾多鑊啦。不過睇得出佢幾個仔女其實都係重感情嘅，就算發生咗咁多事，仍然都願意去醫院陪爸爸走最後一段路。加上當年被放上東張，家醜被逼外傳之後，都只係出過一次聲明，話一定會照顧可伯嘅生活，之後都冇再講過任何嘢。睇得出佢哋都係想低調，慶幸唔識佢哋嘅，唔知道佢哋係咩樣，等佢哋唔使喺公眾地方受到任何騷擾。而雖然呢件事已經寫咗落香港人嘅歷史，對幾個仔女嚟講係難堪嘅，但我覺得可以將呢一件事當係一個案例，一個對後世嘅借鏡，令其他人可以以此為鑑，冇咁容易受騙，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河馬呢一種女人，I mean賤人，唔係第一個，亦都唔會係最後一個。我見到阿叔同阿媽咁幸福，人生真係充滿咗希望。我決定用58年嘅時間儲450萬，到76歲嘅時候先至臨老入花叢。你唔好講呢啲嘢啊！不過成件事最令我難以置信嘅係，河馬呢種質地竟然仲揾到第三春。佢要同我離婚又改嫁。The actual fuck！ 雖然河馬都可能只係狗鴨，又或者第三春嘅條件可能仲差過可伯，喂，但都係啫，搞鬼人掂喎。除非個第三春本身係有視像加聽障啦，係無論從人品或者服務態度咧，都係達到8星級嘅。但係上次攞5粒星嗰個咧，係叫做慈禧。相信睇緊片嘅你都有同感㗎啦。唔知大家又覺得佢係咪真係揾到第三春呢？喺樓下 comment 話我知啊。直到可伯離世前，我一直都以為佢係因為寂寞先俾河馬有機可乘。但睇翻原來啲仔女都算盡量抽時間陪老豆，仲好似同河馬結婚之前1個月先一齊去完旅行。所以我覺得歸根究底都係可伯自己色迷心竅，頂盡我都係覺得佢唔習慣自己一個人生活。但點睇都係衰下半身多㗎啦。啲後生仔唔夠我哋啊！假嘅咩？你嗰真係前年搭上，點知2年後就由臨老入花叢變入棺材。唉，真係收尾嗰2年先整個咁嘅桃花劫。所以希望無論大家咩年紀都好，謹記帶眼識人，唔好因為不甘寂寞或者被下半身控制思考能力。對方一主動講錢要你送貴嘢就即刻收佢皮，尤其真人都未見過嗰啲啊！喂，而家真係連何君堯呢啲貨色都呃到女大癲。但如果有一日真係咁唔好彩遇到嘅話，喺過數之前問自己，你情願 A0定戶口清零啊？揀後者嘅，記住條路自己揀，仆街唔好喊。又翻到嚟唔正經英文教室，今日教嘅句子亦都係我想同河馬講嘅說話。Karma is a bitch，直譯翻做中文嘅意思係報應是個八婆，好似唔係好 make sense 係咪？因為一般 bitch 呢個字係用嚟鬧一個人係八婆，但係喺呢個句子入面 bitch 呢個字係一種比喻，代表一啲苛刻、嚴重而且無可避免嘅後果。你試諗翻你人生中遇過嘅八婆，其實都係苛刻、大鑊同埋你走唔甩嘅，所以某程度上個形容都算幾合理。而呢句說話多數係幾時用嘅呢？通常都係當一個賤人做盡街知巷聞嘅賤嘢之後，以為冇事或者未有事嗰時，即係河馬而家嘅處境啦。而呢個時候講呢句嘢咧，就暗示埋個歇後語，唔使咁得戚，遲早收皮嘅就賤人。而且你仲可以喺後面加多句 Your time will come。我哋平時成日講若然未報，時辰未到，但英文就會直接啲咁講，你個時辰會到的。另一個情況就係當佢已經撲咗街嘅時候，你就可以兜口兜面或者細細聲咁喺佢耳邊講 Karma is a bitch 咁嚟潤佢。最後希望大家可以好快等到河馬有報應嘅一日，好等我哋可以全城一齊同佢講呢句說話。阿門。今次條片就到呢度啦，希望大家中意呢條片啦。歡迎大家喺樓下 comment 分享你嘅意見，理性討論。中意條片嘅記得俾個 like， 撳個 subscribe。有咩 topic 想我講嘅，都歡迎大家喺樓下 comment 話我知。咁我哋下條片見啦，拜拜。